啊，等陣嗰個新就喺呢一度嚇。好熱鬧啊！哇，好多學者都嚟咗議事堂出面啊！喂，哼，做乜唔應我喎？冇禮貌。傻豬，佢哋係紙殼嚟，唔識答你㗎。嗱，公民黨就搞咗個靜坐，又接咗2012隻紙殼嚟幫吳靄儀喺議事堂提有關政改嘅動議造勢啊嘛。吓，乜咁嘅環境，仲有人講政改嘅咩？開頭嘅時候冇氣氛唔緊要，我哋今日咧係由冇乜氣氛開始，但係我哋今年裏面咧一定要將呢個議題咧越做越熱嘅。民建聯認為咧，政府係應該喺2009年嘅上半年咧，係應該要將精力放喺創新、創就業、展經濟、促消費上面。出基本問題。講到政改，泛民都預咗建制派會使出拖字訣呢一招，但係吳靄儀就講明，今次動議係要逼功能界別嘅議員表態，睇下係咪贊成取消功能界別，尤其嗰啲喺參選時實牙實齒咁話支持取消功能界別嗰啲呢，即係話要嚟一場現形記。而家社會上仍未有全面諮詢同討論嘅時候，就要喺諮詢文件裏面表明完全取消功能界別是否合適呢？我係有所保留嘅。功能組別咧有佢嘅優點，亦都唔一定咧就係話係完全係一個洪水猛獸咧，係需要馬上撤除。喺現階段咧係唔需要咧係太急切咧，係馬上咧逼使大家咧向黑同白兩個極端去走。政治係一個妥協嘅藝術。妥協喺我過去20年就係做呢一個專業，我希望大家可以放下佢嘅成見，真係為尋求共識，可以為香港呢一個普選制度尋求突破。妥協咩嘢呢？梁美芬所講嘅妥協啊，係咪只係不斷喺度等，不斷喺度後退，而唔知道自己嘅底線喺邊度呢？你將香港人嘅基本權利，不但只將佢剝奪，你仲要俾佢慢慢喺度等。然後你叫佢等得嚟咧，你係完全冇得俾一個明確嘅指標俾佢嘅。你而家話2017，你擺明就喺度揾笨。2020就更加揾笨，竟然而家又要講一句留一條尾巴，普選就唔等於一人一票，係咪？功能組別未必會廢除，都噏得出嘅。不過我又唔明啦，保皇陣營一時又話時機唔啱，一時又話功能界別全廢仲有爭議，要再深入討論。咁即係幾時先係時候啫？唉 ，BB， 傾政改從來唔係時機嘅問題，而係上面阿爺嘅問題啊嘛。我哋冇咁嘅權力去改變國家嘅決定。你喺度一支一左講嚟講去呢，係誤導市民嘅，令到人哋以為有得爭取㗎。我個人堅信2017肯定呢就有所謂普選特首，所謂喎，因為提名呢兩個可能得一個候選人，但係呢2020是否有普選立法會呢？我可以大膽講句，冇㗎。咁你話喂，你有代表性之類冇？唔係，係常理去分析。咁即係？咁即係吳靄儀嘅動議，最後由成班建制派嘅議員趕翻嚟投票否決咗咯。